做咗呢行咁耐，試過好多唔同嘅髮型產品，用咗 Grand Palm 之後，我覺得特別好嘅，因為好多髮型都可以做到，同埋佢嘅線條可以特別容易做到蓬鬆嘅效果，令到我好安心咁用呢個產品，佢 hold 得特別耐，同埋佢有得調節溫度，佢可以令到頭髮冇咁傷都得。佢哋真係解決到我哋髮型師需要，佢哋有專利 Healing Stone 礦物陶瓷塗層，大學實證咗28日都唔傷頭髮嘅，而且有多段溫度可以控制，咩髮質都用到，夾完又冇咁傷，又有光澤，漂過嘅客人都可以用到嘅。Grand Palm 我每一個型號我都用過，但係我特別中意 GP141 Ultra Slim。佢個0.3寸嘅夾板用嚟夾男士嘅髮型真係好好，好輕易夾到蓬鬆嘅髮量同埋自然嘅攣度，做到髮型有光澤、線條流線感又好，好輕易簡單就做到造型效果出嚟。髮型潮流不斷咁改變，而且髮型師嘅工具都要跟貼住潮流先可以滿足到客人嘅需要。Grand Palm 嘅工具有好多唔同嘅尺寸可以選擇，有夾直又得，夾攣又得，做到我哋最 hit 嘅髮型出嚟，可以解決到我哋客人各種嘅要求。